客庄小旅行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屏东竹田，来这一定要造访的是竹田驿站。政府已经将它核定为铁道文化财产，有80年历史了。不但是让火车站有浓浓的复古风情，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观光产业。1939年新建的竹田车站已经超过1甲子，在台铁的纵贯线上，这种古老的木造火车站只剩下3座。用毛笔写的时刻表刻画着历史，而木窗的售票口更是让车站散发浓浓的怀旧风。上面有写行李包裹房，就是以前呢，有比较大件的行李，要来这个寄这些货品的话，一定要来这边办手续。我们来介绍这一边哈。是一个木结构的这个检票口的这个闸门，这个等于也是全部都是用这个木建构的。车站外头也到处看得到日式建筑的特色，政府已经将它核定为铁道文化财产。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这种的窗户是这样子正方形一格一格的有这种滑轨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建筑特色就在这边。支撑老车站的梁柱也能够看到日式建筑工法，一端是木头，一端是水泥，为的是防虫也防潮。为什么要做成 T 字形？因为 T 字形它底面积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稳定度就会比较高。那么一样底下它那是用这种砖块水泥的这样也可以防止这个水的侵蚀。湖石的样貌说着老台铁的故事，在车站走一圈，仿佛走进时光隧道。而在客家庄的老车站，连伴手礼都很有客家味。客家花布包、客家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当地婆婆妈妈的特制腌渍物也能够带回家。是由监狱里面的大哥们所制造的所以我们称为大哥级的酱油。站长休息室现在变身成为火车餐厅，虽然这里的车站不营运了，但是却能够吃到道地的火车便当。复古味十足的便当，排骨是用当地的黑猪肉制作，口感扎实有嚼劲儿，所以深受游客喜爱。来到竹田车站，放慢脚步，在老火车站里回忆过往时光，还能够品尝美食，感受客庄古朴之美。日式建筑的朴实和客庄的热情在竹田相遇，火车时刻表安排着回忆的节奏，花布包、老木桩、铁道便当箱增添感动时刻。